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2月21，诗篇116篇1节到2节安尼讲：我听上主，因为伊听我的声，听我的恳求，伊爱耳孔听我，所以我一世人要求救伊。三甲来祈祷，爱耳孔听阮恳求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生命主宰，你是赏赐阮丰盛的恩典甲慈爱的天父，所有一切，拢伫你的业里下，通得到对你来的福气甲平安，因为安尼，阮的活命在伫你，阮一切也拢是在伫你，因为你是阮的所有。主啊，阮一生的年日无久长，阮会当夸口的，不过是劳苦忧愁，人生亲像竹飞，一望年久就过去。主啊，阮要听你，因为阮知你听阮，因为你听阮的声，听阮的恳求，你爱耳孔听阮。所以，阮一世人要求你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